大蒜炒牛肉，由材料到做法都相當簡便，最適合新手入廚啦。想牛肉更加鮮嫩呢，切嘅時候就要注意啦。結紋切啊嘛，呢個係順紋啊嘛，如果唔係啲牛好韌㗎。撒啲薯粉、海鹽喺牛肉上面，你一定要上一上粉㗎，如果唔係咧，你去過油嘅時候咧，個肉就會咧，你啲油咧搶晒啲嗰啲水分㗎，咁佢就會乾咯。咁我而家咧，你呢餐咪落少鹽，等個牛之後少少香，即係有少少味道。將牛肉落鑊走油，熱鑊落油，將荷蘭大蒜爆香，落海鹽、糖炒勻。個蒜一見金黃，我個牛咧就可以落翻去啦，可以落我嘅蒜蓉。落完蒜蓉，我又再落咗半茶匙糖放我個肉，又落我呢個靚嘅蠔油。包溫係客氣到其中一個半湯匙，再嚟好啊！差唔多搞掂之前，落生抽同糖就可以啦。